行了，童探，你别生气了，别气了。那个，你就说吧，那个，你要我怎么做，你才开心一点？你说。你知道我最近在补习英语，老师说了，如果常看外国电影，对学习英语是很好的方法。以后我想看电影学英语的时候，你陪我看。不是童探，那个，学习英语呢，这个环境氛围啊特别重要。我建议你呢找一个你同学，大家可以一起学习，这不挺好的吗？那行，那我陪你看，你好好学行吗？行，没问题。行，那说好了，衣服呢我一定得还给你，这个一码归一码，那个不能引起误会。你怕小萌姐误会？郑雷，我当你是朋友才说的，真朋友就应该讲真话。你想想，你在你家住了这么久，小萌姐给你送过吃的喝的来吗？可在俊一般来，小萌姐就亲自送了2大袋在俊喜欢吃的东西，这是什么心思？你难道不知道？没有啊，小萌呢就是把我的冰箱填满了。那你以前自己住的时候，怎么就没见他费这番心思？你真的打从心底里认为他是为了你吗？好了，今天呢主要是还你这个礼物，那个其他的不聊。欺骗别人是没良心，欺骗自己是没要义。不是，你想说什么？我真的觉得你们都太奇怪了，都说是最好的朋友，却没有一个敢说真话。每个人啊都戴着一张面具面对对方，你们真的以为面具戴久了就会变成脸吗？在俊一直撮合你跟小萌姐，你跟小萌姐就会真的在一起吗？我们3个人之间啊，有很多事情，你根本就不知道，你就别说了。郑乃，你可以拒绝我，继续抱着一股执念喜欢小萌姐，但如果你真的了解她，会不知道她心里头到底有谁。还有你的好哥们儿，他搬回来到底是想关上门画图，还是想关注他自己的心？蒙贵人吉祥，您在冷宫待得可还安好啊？行了啊，这里哪儿冷了？这里可是我温暖的避难所。你还挺怡然自得的。当然啦，我打算以后呢，就跟这些资料好好的做朋友。哇，蒙贵人如此苦中作乐的胸襟，非我凡夫俗子可及。陶某此生可学得1、2，便已死而无憾。要不这样，每天以后啊，每天坐在这儿跟你好好学学。行了吧你，你可千万别，你别掺和进来了。你再掺和进来，我连这儿都没法待了。到时候再沦落到去扫厕所怎么办？谁敢？谁敢让你扫厕所？拉出去，枪毙5分钟。虽然你说我被冷落了吧，但是我觉得挺好的。这30年周庆，怎么说也是关乎着公司形象的一件大事儿。现在我时间也空下来了，还可以陪妙妙一起吃晚餐，我巴不得。对不起啊，我身为一个总经理，居然不能让你加入设计团队。
还让你过来搞什么摄影展，太屈才了。这臣无能，要不这样，您赐我3尺白绫，让我吊死吧。你能再夸张点吗？我告诉你啊，这件事情你可千万不要插手。副总给我安排的任务，我想好好的完成。好吧，我答应你不插手，但是有一个交换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是这样，方总呢要搞一个 party， 请的都是业界的大腕，还有一些投资商，他特别欣赏你，希望你一起去。可是我现在已经没有在管CN案子啊。没有这一次，还有下次。CN 跟我们的合作可是长期的。文贵人，您好好斟酌斟酌，臣归安了。康明，陶总，这是您要的文件。谢谢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下周啊约了林总一起打高尔夫球的，但我临时有事儿，你替我去一下吧。我？啊，林总应该比较想跟你切磋球技吧？是啊，我也想去啊。我每次跟他打球，我赢房子赢地的，但是没办法，我得带着小萌去一下方总的别墅。你就跟我替他 say 个 sorry， 再请他吃顿饭。好的，没问题。还有别的事吗？没有了。都说是帮郑磊爸爸买衣服，自己反而逛起来了。那有什么的？女人买衣服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嘛。看看这几件呢，哎，这个挺好看的。太淡了。哦，好吧，看看别的。你平时也喜欢逛街？对啊，阿姨你喜欢？我们喜欢，都是小青年的。啊。这件不错啊，阿姨，挺适合你的。很显气质啊。好看。真的吗？试一下。哎，这个今年很流行的颜色。我 hold 得住吗 ？hold 得住，很漂亮的，就应该穿年轻一点嘛。行，那就试试。哇，阿姨，你穿这件真显气质啊，特别好，这颜色。是吗？特别搭。请问刷卡还是现金？刷卡啊，好。哎，阿姨，我来。哎呦，没有让你付钱的道理的呀。是啊，阿姨。最近麻烦丈母娘不好意思，就当是谢谢他了。来，请输一下密码。好。哎呦，真不好意思啊。哎，没事的，阿姨。请签一下字。好。这位太太命可真好，女儿这么孝顺。不是女儿，是未来儿媳，那就更难得了，婆媳关系这么好。来，您的衣服。谢谢啊。是。欢迎下次光临。好。我们走吧。你太客气了。没事，应该的嘛。给我逛街又买东西的。童丹啊，你知道，我们家郑磊呢是个闷葫芦，平时呢什么都不告诉我们。所以今天阿姨约你，主要是想问一下，你们俩处得怎么样了？阿姨，我现在和郑磊只是普通朋友。啊？你不喜欢他？我喜欢他，但是他不喜欢我。哎，怎么会呢？明明你是他上心的姑娘啊。应该说他还没喜欢上我，不过不要紧，阿姨。我自有一套战略，不会轻言放弃的。你这小姑娘底气挺足的，我喜欢。来，跟阿姨说说看，你都有哪些战略啊？现阶段呢，我先成为郑磊的朋友，这是最高明的卧底。如果成功了，我就能成功占领郑磊女友的位置。好，
你呢看实际进攻，我呢就做你的后盾，必要的时候呢成为你的战友。哎，你可别气馁啊，我还盼着你做我儿媳呢。谢谢阿姨。好。儿子啊，你最近工作怎么样？还好吧，接了几个单子，发掘2个新客户。嘿，真不错。哎，儿子啊，事业有成，到了你这个年龄啊，个性体贴又温柔，人生算是很完美了。就是缺个媳妇儿。妈，我刚才还在想啊，我妈怎么今天没给我提相亲、提结婚呢？这倒好，全在这儿等着呢。哎，我又没提结婚2个字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我希望这东风啊，能够点燃儿子成家的热情。点不燃了，妈，你这逼婚的功力啊，越来越厉害。哎呀，我哪里有逼婚了？我只是想你给妈留个念想呀。哎，那个童丹，你们处得怎么样了？处得挺好的，非常和谐的邻里关系。哎，你少跟妈贫，我又不是这个意思。哎，那个童丹挺好的呀，个性上呢和你互补啊，人又热情，对长辈呢又体贴照顾。哎，如果说你对他没什么不好的感觉，你就处处看嘛。哎呀妈，我喜欢的不是童丹。那你喜欢谁呀？哎，反正啊，你不要撮合我童丹就是了。你如果说没有上心的姑娘，你就跟他试着处处看嘛，除非你有喜欢的，否则没有理由拒绝他呀。妈，我就跟你明说了吧，我心思在小萌身上。小萌？妈，反正这个感情的事情呢，只有自己最清楚，你就别给我压力了，你给我点时间好吗？妈是不该逼你，况且媳妇娶回来要是要过一辈子的，一定要你喜欢才是。对呀。但，毕竟她是个单亲妈妈嘛。单亲妈妈又怎么了？那感情是2个人的事情，只要2个人感觉对了，什么都好了。是啊，妈总归希望你幸福，也希望你开开心心的。妈，我会的。我都快被整死了，我还在公司，你要不要过来帮我一下？哎，果然你一来就收拾得这么好，这么快。要用这啊，收拾东西也要用脑子的，这是你们要练的东西。行行行，你聪明可以了吧？啊，好了。啊，终于。喂，陶然。啊，我一会儿就出发了，你别担心了啊。行，拜拜。什么？那要去哪？是方总的派对，陶总已经去了。听说路途很遥远，如果不塞车的话，也要开3个小时。3个小时啊？你自己开车去啊？是啊。这样吧，我陪你去吧。啊？你陪我啊？那也好。我听说今天那个派对有好多建筑业的精英，你去的话可以多认识一些人。那走吧。走。
怎么感觉越走越不像啊？是吗？这上面写的是200米之后再左拐。哎，你那个地址有没有弄错啊？没弄错啊，但我感觉不太像啊，这个地方好偏啊，感觉。我们不会走错了吧？先跟着那个地图指示走走看吧。哎，他现在又说要掉头。啊？去哪里掉头啊？对啊。这没地方掉头啊。那怎么办？我觉得这个 GPS 有点问题。他又说要直走了。啊？他说重新规划了路线。先直走看看吧。妈呀！不会又抛锚了吧？下去看看吧。喂，你不是说你刚修过了吗？是啊，我刚修好的，怎么又抛锚了？哎，糟糕，我们现在才来卖呀，那个车，那怎么办？行吧，那我打给他，让他来接我们。哎，我手机没电了，拿你手机打吧。我今天没带手机啊。你这人怎么出门不带手机的？哎，我不是赶着出门吗？我。那怎么办啊？那怎么办？怪冷的。哇，一个人都没有了这里。走吧，到车里坐着吧，想想办法吧。哦，那小心。嗯。这什么鬼地方？拨账的用户已关机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, the mobile you dial is current. 您拨账的用户已关机，请稍后再拨。还是联系不上小萌姐。阿姨从来没有这样过。小萌阿姨大概觉得你太烦，不想要你。毛豆，不要乱讲啦。反正你也没有叫过她妈妈呀，有什么关系？哦，妙妙，不管是阿姨也好，还是妈妈也好，她一定不会有事的啊。喂，陶然，那个，请问一下，小萌跟你在一起吗？哦，好好。大家别担心了，在俊跟小萌姐在一起，他们是2个大人，不会有事儿的。啊，妙妙，乖。对。
你说，妈妈会不会担心啊？出发之前不是跟郑磊通过电话吗？他知道我们在一起，那他一定会照顾好妙妙的，放心吧，没事。原来彻夜未归的妈妈和玩通宵的小孩有一样的负罪感。这车怎么老出毛病？对了，我有修车厂的名片。去哪儿啊？这个里面。哪个？这个。你给我干嘛呢？我们没电话，怎么打？忘了。怎么办？你要留着这个啊？当然啦，护身符就要好好保存嘛。我一直放在身边。我常常在想啊，就是因为这个护身符，它一直保护着我，我才可以平安的回来。在美国的时候，有很多次我都觉得自己撑不下去了，但每次一看到它，我就忽然有力量，就告诉自己一定要撑下去，再试一下，再撑一下。我还以为你早就忘记我们了呢。在美国的每一天，我都没有忘记过妙妙、张磊还有你。在美国的生活很辛苦吧？为什么这么问啊？我找过你啊。你到美国找过我？嗯。Thank you. 等我到你住的那个地方，才发现你根本就没有什么充满阳光、两个小花的窗台。没想到你竟然还去找过我。哇，别这样看着我，你是不是怕我们担心，所以骗我们你过得很好这样？没有啊，你说哪个到国外念书的不辛苦啊？不过再怎么辛苦，也都过去了。我现在过得挺开心的。倒是你啊，因为妙妙，你放弃了自己的家业。现在我和妙妙也团圆了，你打算什么时候跟你爸爸修补关系啊？再说吧。再见。
其实，我现在挺为你开心的。我一直就希望是这样，你能实现自己的梦想，可以找到自己的幸福。孙妮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伴侣，她一定可以为你的人生加分。哎，等，我的人生跟孙妮有什么关系啊？别装了，其实我早都知道了，只是我不干涉，不过问。你知道什么啊？不干涉、不过问，不代表你可以乱想、瞎猜。你们没有？我们有什么？苏州破土典礼那晚，你们不是？苏州那晚，喂，我们在办公室一直聊天，聊到早上，我睡都没睡。没有。想什么呢你？你不是怕孙妮介意，所以搬出我家的吗？我发现你跟郑磊真的是一对来的啊！你什么东西停都往那个歪的方面想，是不是？你能不能不要老把我和郑磊撮合在一起啊？我什么时候撮合你们在一起？那我怎么就跟他是一对了？我就觉得你这个人不对劲儿。每次3个人的约会，你总是爽约，还有，你老是想把我推给他，你能不能不这样啊？哎，那，你想想你自己的脾气啊！这个世上，除了郑磊，谁能受得了你？是不是？停啊！那我请求你赶紧停止你这样的举动。我不想让郑磊再对我有什么错觉，这样只会耽误他的幸福，只会妨碍他。你就是郑磊的幸福。那我就不明白了，我怎么就是他的幸福了？虽然你年龄比我大吧，但是你不能为我的幸福下结论吧？他也懂你，你也懂他啊。那你们也相处得挺好的，你怎么就不能试试在一起呢？那这么一来，我也懂你，你也懂我，我们俩处的也挺好的，你怎么不试试跟我在一起啊？这个东西，感情这个东西，要不要在一起，是不能被说服的。妙妙，你怎么还不睡觉啊？睡不着。睡不着？老婆他们什么时候才会回来？等你睡醒了，就可以看到他们了。好了啊，爹地陪你去睡觉，走，走啦。真的睁开眼睛就可以看到他们了吗？爹地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乖乖睡觉好不好？不要想太多啦。
妙妙，如果你找不到你妈妈，我妈妈分给你。毛豆，不要乱讲话。童丹阿姨，可以帮我报警吗？有，阿姨昨天晚上已经请同事帮忙在找了，一有消息马上就会告诉咱们的。你们怎么都在这儿？不好意思啊，让你们担心了。昨天我们……妹妹怎么了？因为我见不到你的妈妈。妙妙，妈妈是不会离开你的，永远都不会离开，好吗？翟俊，昨天你们，哦，好啊，昨天呢是这样的，他的车呢正好就在路上抛锚，然后正好他手机没电，我正好又没带手机，正好那个地方方圆10公里，别说人影，一只鬼都没有。拜托，哪有这么巧？如果我这么告诉你，你会信吗？为什么不相信？我什么意思啊？你怀疑我骗你啊？喂，我们这么多人兄弟，我干嘛骗你这个？你知不知道我们很担心啊？妙妙还是个小孩子，担心成那样，有没有考虑过她？我知道呀，我也不是故意的。喂，你是担心我们没有回来，还是担心林小鹏啊？啊？那你就说吧，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那我就不明白了，我怎么就是他的幸福了？虽然你年龄比我大吧，但是你不能为我的幸福下结论吧？他也懂你，你也懂他啊，和你们也相处的挺好的，你怎么就不能试试在一起呢？那这么一来，我也懂你，你也懂我，我们俩处的也挺好的，你怎么不试试跟我在一起啊？看吧，爱这个东西，感情这个东西，要不要在一起，
是不能被说服的。昨天晚上一整晚，我和林小萌什么事情都没发生，你放心吧，啊？爱信不信了，哎。五峰这一边有几个会要开，我这两天会主要处理哦。我走了啊。哦。苏副总，我刚刚有些资料修改过，有空看看。上次你跟我说，邱董那边可以安排住的地方是吧？那麻烦你帮我安排一下吧。好呀，没问题。谢谢啊。把疑问藏到心底，即便是伤痛不已。我不想让郑磊再对我有什么错觉，这样只会耽误他的幸福，只会妨碍他。你就是郑磊的幸福。那我就不明白了，我怎么就是他的幸福了？虽然你年龄比我大吧，但是你不能为我的幸福下结论。那些错失过的，他也懂你，你也懂他啊。那你们也相处得挺好的，你怎么就不能试试在一起啊？那这么一来，我也懂你，你也懂我，我们俩处的也挺好的。你怎么不试试跟我在一起？看吧，爱这个东西，感情这个东西，要不要在一起，是不能被说服的。相爱恨晚不算晚。早上好，起点你们那个。小萌姐，我找你出来是想问问你跟郑磊没发生什么事吧？他最近有点不大对劲，情绪怪怪的。你们到底怎么了？我跟他说了，我和他永远都只能做好朋友。难怪。我想，我应该是伤害到他了。小萌姐别这么想，早点跟郑磊说清楚，这是为他好，怎么能说是伤了他呢？
我知道他现在应该很不好受，但是我没有办法去安慰他。在这个时候，我还是出现在他眼前的话，只会让他更难过。黄丹，你可以多陪陪他吗？郑磊心思细腻，他肯定会百般寻思，东想西想。如果放他一个人啊，他肯定会绕进弯里走不出来。你比我想象中的更了解他。我跟他只有16个台阶的距离嘛。小萌姐放心，说什么我都会缠着他，让他没有余力钻牛角尖的。行，那我就交给你了。啊，对了，小萌姐，赛俊跟郑磊，他们怎么了？没事，你当我什么都没说。你总是你们。哎，有个事要找你帮忙，我们家毛豆的语文课作业惨不忍睹啊，是不是？进来吧。毛豆，告诉磊叔叔，不约而同是怎么造句法？大人只顾自己出去玩，都不约而同。挺有创意的。哪有创意了？真是。那个毛豆啊，磊叔叔必须告诉你啊，这个儿童啊，不是你说的这个儿童，你明白吗？而是这个不约而同，指的是还没有约定就同时做出了什么样的事情，你明白吗？不是小朋友这个儿童，明白？儿童就是儿童，还有什么其他的儿童啊？我其中一只左脚受伤了。毛豆，我说你是蜈蚣吗？你有几只左脚？还其中一只左脚？我有2只脚，其中一只是左脚，所以是其中一只左脚受伤了。那你有2只脚，其中一只脚是可以这么说的，但你不能说我其中一只左脚，你明白吗？哎，毛豆。哦，这个我会。我把银行抢得一干二净。这不是我讲的啊，你别赖我。毛豆，这个应该会吧？我想到了啊，听着啊，一辆火车经过，哐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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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哐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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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你怎么不吃啊？我看毛豆和你吃的呼噜呼噜的，害怕你们不够呗，再留点给你们。哎，我这是为了感谢你教毛豆写作业，我才煮了这么一锅汤圆，我这是唯一能登上台面的手艺了，你给点面子好吗？磊叔叔好像有心事啊，一副想不开的样子。像什么大人样啊？想不开告诉你有用啊？好了，别敲他了，再敲啊，成语更记不住。对嘛，我要举报你，不约而同还虐待儿童。我都教了你多少次了，你还给我儿童的。小姨有心人手亮起来了。你说你这造句根本就已经出神入化了好吗？没错，你不要扼杀这充满童真的创意。
行，你下次就靠这个创意给我拿个100分回来啊！哎，不好说，灵感这东西很难琢磨的。行，我让你犟嘴，你别吃了，来，你还我，你别吃，小心点，小心点啊！不，你别吃了，你就拿这创意去吧，你都饱了，哦，别抢了，别抢了，你让多吃2个吧，多吃点啊，长胖点。哎呀，你多少吃一点嘛。来，叔叔，你就吃一些吧，这可是我小姨精雕细琢琢出来的。毛豆，精雕细琢不是这么用的。好了，我吃。你看，吃了吧。哟，你坐这干嘛呀？等你啊。等我？你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不就完了？有些事得当面才能说清楚啊。那你说吧，什么事情？记得我以前问过你，你喜欢小萌姐，但如果小萌姐不喜欢你，你怎么办？郑磊，我是个直肠子，说话不会拐弯。我知道你跟小萌姐的事儿了，虽然她不喜欢你，但也不影响你喜欢她呀。不过你还是看开点。你怎么就知道我看不开了？那你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干嘛呀？大不了就是失恋嘛。再说了，你还没恋着呢。说白了，我们都是同病相怜。你想爱的人爱不到，我也一样啊。你看，我还在这精力十足的开导你呢。行了，你就别编剧情了啊！小黄那边我心里有数。不是因为小萌，是因为在俊。在俊肯定对你坦诚心思了吧？哦，我懂了。比起小萌姐不喜欢你，你更在意的是在俊他瞒着你。我跟你说，我犯罪心理学学得特好。我们又不是罪犯，差不多意思嘛。一方怪罪，一方负罪，不都是罪吗？不过说实在的，虽然你们3个人在大学时期是好朋友，可是过去8年一直不离不弃守在你身边的人一直是在俊，不是小萌。你跟在俊共同照顾妙妙，你们才真正拥有深厚的情感。所以在俊瞒着你，你才会难过。总而言之，你喜欢小萌，但你更在乎在俊。虽然你们3个人在大学时期是好朋友，可是过去8年一直不离不弃守在你身边的人一直是在俊，不是小萌。你跟在俊共同照顾妙妙，你们才真正拥有深厚的情感。所以在俊瞒着你，你才会难过。总而言之，你喜欢小萌，但你更在乎在俊。我知道在俊住在哪一个酒店，去吧。如果失去这个朋友，你肯定会比失恋更难过100倍。你好，我想查询一下左在俊先生住在哪个房间。哦，我查一下。谢谢。
我帮您拨他房间。哦。不好意思，客人好像外出了，您要给他留言吗？哦，不用不用，谢谢。咱们到楼上看看。来，到3楼。好的。3层上边已经要完工了。哦，好的，那你快点啊！第3楼是吧？对，行，要照这个进度啊，在年末基本上都能完工。辛苦啊！看，工人也在忙碌着呢。前面那一片也都快了，到这边看看。这片视野很开阔，这个停车场呢，预计要比提前完工时间可能会要提前一些。那一片，只要款项能到位，进度没问题。行，我会跟进的。那你去忙吧，我这要去看看。哎，好，那你随便看看。哎。左先生，左先生，左先生！哎呀，左先生，你快打120，我去叫人啊！好。喂，你好，奥斯顿建设事务中心。发生意外？什么情况？好，知道了。什么事啊？什么情况？我们有人从工地的鹰架上掉下来了。什么？是我们的人还是工地的人？我们的人。可是我们现在在苏州的就只有在俊了。小梦，在俊。别着急，我接电话。你再打一个吗？没人接吗？还没听着。我连下说不。
别着急，别担心。喂，Brian，你确定是赛俊吗？那你帮我查一下他在哪一家医院好不好？啊？你是说他现在在开刀房？好，我知道了，麻烦你了。哎，郑来，我已经到医院了。对，你快点赶过来吧。我不知道他的情况怎么样。什么在运人呢？医生说了，他摔倒的时候脑部受到撞击，现在正在检查。郑来怎么办？我特别害怕。没事的啊，别害怕，别害怕。好了，快坐上，快坐上，真没事的。赛俊怎么办？阿雄怎么样了？还不知道呢，正在检查。啊，你们看啊，这是我们为总先生拍的 X 光片，目前还是比较稳定吧。其他伤势我们已经处理过了。那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？目前吧还在昏迷状态，我们可能还要留院观察几天。如果有什么新的情况吧，我们会及时跟你们沟通。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？是不是因为工地的安全措施有问题？刚才我已经打电话问过了，工地那边说安全防护一向做得很好，今天也再度检查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可能是在俊一恍惚一失神，不小心掉了下来。
小莫，你放心吧，我已经找了最好的医生，在俊一定会康复的。不打搅你了，照顾好自己。小毛，你和在俊真的是我生命里很重要的人。你和在俊也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。只要你们可以好好的，不管我们3个人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，都不重要。我不能没有你，也不能没有在俊。都一样，都一样。你说他明天会醒过来吗？会啊，他肯定会醒过来。他舍不得我们，他明天醒不了，后天一定会醒过来，一定的。说不定等他醒过来的时候，他还会装失忆呢。在俊就是这样的人，他特别喜欢捉弄别人。等他醒过来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拷问他。这么大的人了，怎么还这么不小心？最近吓唬我。刚才我去问过医生了，说在俊应该没有什么大碍，是腰椎上的伤，还有右手轻微骨折，休息一阵应该能好。哎，那他脑部的问题解决了吗？放心，医生刚刚说了，脑部没有受损，如果恢复的好的话，说不定比以前更聪明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开玩笑？小妮，回头跟医生讲，还是要注意观察。好，大家都回去吧，我留下来好好照顾他。我一起留下来吗？公司还有很多事情呢，这里我留下来就好了。好，小萌，那我们回来啊。那我先走了。那小猫，你也不要太累着。谢谢副总。唐倩，主任，坐我车吧。哦，不用了，主任您开车，我跟他就走了。我带他走吧。那我们走吧。拜拜。
干嘛？我没有弄懂啊。你看，这不都是孙副总跟在俊在一块吗？但是为什么在俊住院是小萌在这照顾他呢？所以说呀，有些戏呢，这低智商的人看不明白，还非要追剧，搞了半天之后呢，说人家编剧写的不好。哎，我说唐倩倩，你这张嘴像是越来越厉害了。什么叫低智商？我是没有你这么八卦而已。嚯，八卦！哎，你要是真的看懂了，你跟我分享分享呗。懂什么叫声东击西吗？声东击西？我还会打正着呢。对。对。哎，你说清楚什么叫声东击西？最近跟在俊怎么样了？工作上的搭档，陶总你放心吧，蒙太太案子我会跟紧的。虽然在俊住院了，但是我一个工期都不会落下。学坏了啊！跟我当马虎眼，你很清楚我问的不是这个。我还以为你跟在俊会有什么发展呢。没有，以后应该也不会有吧。陶总，你好像是第一次关心起我工作以外的事啊。你说什么呢？说的我好像冷酷无情一样。我很关心你的，你没感觉到吗？啊？对呀，关心我，给我的都是小萌。清透，跟我现在的心情是一点都不匹配。谢谢你啊。哎，孙姐啊，有的时候啊，我真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。所以我一直都很孤独啊，没有人懂我。小宝，你来啦。在俊昨晚怎么样？有好些了吗？他醒了一下，他意识不是很清楚，然后又睡着了。面面呢？面面在毛豆家呢。
最近都麻烦他们了。没事儿，有毛豆妈妈陪着他们，很开心。这样，你赶紧回去休息吧，这儿有我呢啊。去吧。那我先走了。彩君，彩君，彩君，你醒了？张磊，身体有没有哪儿不舒服？哎呀，这好像脑子不好使。醒了就好，醒了就好。那个，再君，我就说了，我这脑子不好使，啥都不记得了啊！好了，别说话了，躺着吧啊！一会儿给你叫医生来看看。行，哎，别再睡着了啊！多睡会会死。挺舒服的，这说。走吧，书院的手续都办好了，回去吧。你知道我住哪个酒店？你还住酒店？酒店房间早就退掉了。走吧。那我住哪？住这儿。你呀，回去好好伺候好这一大一小吧啊。走啦，慢点啊。为什么是我伺候？我现在是残疾人士。你好好把病养好，替我伺候行吗？替我伺候好啊。来，回来啦。坐会儿吧你啊。你呢，好好休息。你呢，照顾好他。我还有点急事啊，我改天来看你。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那个，你肚子饿吧？啊。我去给你做点好吃的吧。啊。哦。我去了。你自己可以吗？可以。要不我来喂你？没有，我不行，没事的，我来喂你吧。你是病人。一天天想念，一遍一遍，一天天穿越了季节，闭上眼，我看见幸福的螺旋，用真心绕地球一圈。
小萌，啊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左在俊。哦，他在里面，等一下啊。哎，陶总，好了没有？越来越好。那你们俩聊吧。坐。我代表公司啊，我来看看你，希望你早日康复。公司啊，一大堆事儿等着你做呢。谢谢啊，我很快去安公司了，放心。好。最近小萌上班啊，没什么精神，是不是太累了？老实说啊，小萌在公司一直就处理那些老照片啊，其实上不上班好像没什么影响吧。孙妮让小萌好好休息啊，是为了可以走更长远的路。我相信这一点呢，过不了多久你也会明白的。好了，不打扰你休息，早日康复。好，再见。好，记得吃啊，效果很好的。谢谢啊，小萌，我走了。走了。啊，我公司还有事情。哦，拜拜。拜拜。来，这有。哦，好喝吗？妈，都特别好喝。妈，你就说吧，你记得把我找回来，就让我喝这个。都说啊，喝甜品能让人心情愉悦。我不是看你最近心情低落吗？哎，我没事儿的。还没事儿了，你有什么事儿都跟你爸说，就把我甩在一边。要不是我逼着问你爸，我还不知道你们俩要瞒我到什么时候呢。我还不是担心你操心吗？你本来就是很操心的样子。好了，啊，我没事了啊，都过去了。小萌是个好女孩，哎呀，妈也喜欢。可是你们俩没缘分呢。哎呀，既然这样，就翻篇吧。哎，别想了啊！我和小萌，我们都这么多年了，都说开了，对不对？还是好朋友嘛。真的？那童丹怎么样？妈，凉了，你快给我热一下，快！你考虑，喝凉了对胃不好，快！欢迎回来，这是咱们跟龙菜集团的方案，重点我已经画好了，你可以看一下。好，谢谢。这是我这几天找出来的一些项目，这些项目的量价结构和恒隆派这次构想有些接近，我觉得你可以参考一下。谢谢啊。欢迎回来。
喂，童丹。喂，小萌姐，忙吗？不忙啊，正准备下班。我也刚下班，要不要一起吃晚饭啊？今天还真不行，我和郑磊约好了，要请在俊吃饭，庆祝他康复。哦，跟你们出来他就有空，跟我出来他就没空。今天还真是他跟我们约好了吃饭的，要不你跟他改天再约？我跟他明明约好了一起看电影学英语的。这样啊。没事，那你们先忙吧，你们先去吃吧。哦，行吧，那我先挂了。你改天好了，那改天再约。我吃过这个。能吃这个。我也要。你吃你自己的。没有，你可以吃那个。你怎么不吃啊？饱了？好吗？妹妹喝点饮料。为什么这边还有个空位啊？还有客人吗？一会儿妈妈的一个朋友要来。谁呀？你先吃。嗨，童丹来啦。在去哪呀？嗨。童丹，我叫过来的，你一会儿带童丹去看电影吧。我们吃完甜点就带淼淼回家了。不是干什么看电影啊？对啊，你电影票买了吧？快带过去。走了。不，你们也不问问我。走吧，你们走吧。哎，走了。哎，好好看啊！不是我说你们也不说一声，哎呀，走了，快点。林小萌，你这媒婆，揍他！转行去吧。干嘛呀你？多吃一点。我戳我呀你！别戳我女儿。哎，这大半夜的，干嘛非得看午夜场啊？这片子很火的，你都没有座位了，这场没办法了。那可以改天再看啊，不一定非得今天看。你这不是好不容易才有空吗？而且你不觉得午夜场很浪漫吗？啊，很浪漫，我不觉得呀。而且这人类的最佳作息时间啊是11点钟，晚上11点钟要睡觉。你看现在几点了？哎，你看，你想，我们看完都已经凌晨了，这城市大部分人都睡了，就剩下你和我，踏着月色回家。你想想这多浪漫！而且呢，你家就住在我家楼上，你正好还可以送我回家。哎，停！你别忘了我陪你看电影的目的是什么？学习啊！学习练英语是吧？别忘了啊！好好学。浪漫可以提高学习兴趣，兴趣可以提高学习成效嘛。行了，我先睡会儿，到点叫我。唉。这件衣服怎么样？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唯品会啊，真是靠谱啊，正品3折。不就买件衣服吗？瞧把你给美的，花了好长时间才抢到的，女人得学会打扮自己。好啦，知道了。哎，你那天跟郑磊约会怎么样啊？他都已经答应跟我看电影了，这已经是个很大的进展了，你还能要求怎么样？哎呦，我说的是感觉。你说你们俩半夜在一起就没有那种小电流吗？我是一直对他，但是他对我好像没有什么。说实话，就一丢丢都没有吗？
好像没有。哎，妹子啊，不是姐说你啊，我觉得郑磊这个人呢倒是挺好的，但是如果他真的对你没有一点意思的话，那你也不要放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在他的身上，免得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。哼。哎呀，姐你就放心吧，我会继续在。加油，加油！喂，哇，奥黛丽·赫本。bingo。来，喝点水。不是，你就一直这样很久了，你不累吗？不累啊。你就这么喜欢奥黛丽·赫本？对啊，你不是喜欢她吗？我就花心思研究了一下她的造型。哦，你误会了，我是喜欢奥黛丽·赫本的电影，不是说喜欢奥黛丽·赫本的造型，你明白吗？啊，那我白费心思了。没，这样挺好看，那个展现了你的另外一面，是吧？那你可不可以陪我看他的那个《罗马假日》啊？罗马假日可以啊。Get yourself some coffee. You'll be all right. 为什么不让公主最后和她喜欢的人在一起啊？爱一个人不一定跟他厮守一生啊，说不定遗憾的爱情才能更久远。胡言，胡言，我问一下，郑磊今天晚上有没有什么行程安排啊？没有啊。好，谢谢啊。
哇，你吓我一大跳啊！你进门能不能敲敲门？哦，喂，你干嘛？那是古董，不能乱敲。哦，那我摸摸它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行吧。你干嘛？我呢，给你出个谜题：君子好逑的上一句是什么？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对啦。哦，想看那个老电影了。行啊，改天吧，改天有空了，上楼来看吧。那就今晚呗。啊，今晚我得看看，我得行程。哎，我刚才问胡言了，他说你今天晚上没安排，就今晚了。喂，有你们这样的吗？问也不问，不问我。哎，我真受不了你们。哎，你干嘛去？我上卫生间。哦。哎，童丹，怎么了？童丹，奇怪。哎，这童大人呢？走了？走了？嗯。嘿，怎么了？没事。这个呀，要从我爸说起。我爸是做戏剧美术的，从我小的时候，我的家里都是各种各样的古董，特别有味道。我爸呢又特别浪漫，他就用这些东西啊，把我妈骗到手的。这块表是因为他的一个电影需要一块道具，他就千辛万苦到处找，终于在一个古董店里把它淘了出来。后来就留了下来，在我大4那年，他就送给了我，我就一直带在身边。郑磊，你可以拒绝我，继续抱着一股执念喜欢小萌姐，但如果你真的了解她，会不知道她心里头到底有谁。还有你的好哥们儿，他搬回来到底是想关上门画图，还是想关注他自己的心？我给你举个例子吧，就是我喜欢健身，我喜欢游泳，那就是那种很普通的喜欢。那对我为什么就不能是男女之间那种喜欢啊？因为我心里有人了呀。是小萌姐。
童丹，童丹，红丹，童丹，我买了点吃的回来。怎么了？啊？姐，我死心了。这次我真的死心了。楼上那个呀？怎么突然就死心了呀？我自己想明白了，他心里永远都不会有我的位子。哎呀，早想明白早好。姐又不是没有跟你说过，这一个男人心里要是没有你啊，还不如趁早算了。好了，听姐的话，以后你的生命里一定会再出现一个更适合你的男人。好了好了，姐不吵你了啊，记得一会儿吃点生煎啊。再重来。我没有机会跨越，再拥抱你一遍，对你的眷恋何时能改变？无解，我猜不可能的爱不会再重来，一个人的街，寂寞的香水在蔓延，我听着音乐，播放着从前。掉眼泪。来了 ，Lady，漂亮，嗨，进来吧。我给你买了蜂蜜蛋糕，我们一起吃吧。好啊。妈妈说这个蛋糕很好吃哦。是吗？这个蛋糕店就在你家附近，那天童丹带我去吃的。啊？我都不知道有这么家店啊。你跟童丹挺好呀，看你最近老约会去啊。那当然，我除了你们两个哥们儿，我应该还有一些闺蜜吧。哇！哎，我们要不把童丹叫上来一起吃吧？他今天周末应该没有上班。我又不知道他上不上班了。那你要不要下去看看？我去叫童丹，也顺便叫毛豆好了。行吧，慢点儿。哎，童丹最近怎么样啊？你的邻居，你问我？我是邻居，但是又不能天天碰到了。你和你邻居也不会天天碰见吧？对不对？可是童丹跟我说了，他经常找你看电影、学英文。那最近忙呗，跟他忙就。这小一点的人大不够分的。人家还会横贴。哎，你们有没有听我讲话？我说人家找你的时候吧，你不情不愿的，现在人家不找你了，
你是不是心里怪怪的？哎，落得清闲啊，你看多好。怎么样？童丹姨不在，说跟同事出去玩，5点多才会回来。哦，那这样，妹妹，把这个你拿去给童丹姨，就说郑磊给童丹的。好啊。我这怎么不说你啊？说。当然要说你了，这样童丹不是更开心吗？哎呀，你们也来吃蛋糕。你呢？好。还是你的。再去你等会儿啊。我先吃，这里比较大一点。我先吃。都不给你吃，还是你的。来吃吧。真的好吃吗？在俊啊，你有没有觉得郑磊怪怪的？有吗？有啊，是吧，妙妙？你们女人呢就疑心病。我就觉得他怪怪的，肯定怪怪的。老爸，我们回去拼拼图好不好？好呀，来。这个应该是拼这里吧？应该是。哎，对，对了，对。在俊，你在画什么？老爸，你赶快一起来玩啦，我们快拼完嘞。来。你快过来吧。好。你这个不是很在行？哇，你快拼好了才叫我。这是什么？这肯定的海洋的。上海。上海。当然是上海。上海哪有那么多？哇，怎么拼啊？不知道。这海星在这，你这。哦，我找到了。来了。老道，怎么是你啊？谁叔叔上回问你借的酱油还你？还不用还了，你拿回去吧。有借有还，这不难。好。那个，你小姨呢？她没来。你被我的敲门声骗喽！以后那个小姨的敲门声是我的。啊，她最近很忙是吧？好忙啊，又去爬山，又去唱歌，好多活动哎。烈叔叔，我告诉你个秘密哦。你有情敌出现了。另外班里有个男同学正在追小姨呢，你是不是分外眼红啊？你赶紧回去睡觉去啊！分外眼红啊！那个，好久不见你了，还好吧？挺好的，谢谢你关心。Is this the elevator? It's my room. I'm terribly sorry to mention it, but the dizziness is getting worse. Can I sleep here? That's the general idea. Can I have a silk nightgown? 小姨啊，这不脸都黑白的了，有什么好看啊？小姨，这是在看电影学英语啊。Good job.
可是你都看了3遍了哎。要多看才能加强记忆呀，就像你背诗一样，一直念一直念，这诗就记住了。做人啊，要活到老学到老，知道吗？啊，活到了还要念书，真不想活了。别那么多话，快写作业。There you are. You can handle the rest. Yeah. 小姨啊，这5点好冷哎。你不懂。Very unusual. Never been alone with a man before, even with my dress. 他们这么开心，你难过什么呀？你也不懂。什么我不懂啊？不就是你跟我磊叔叔冷战吗？真是。You better get to sleep. 张小磊，你这个周末干什么呀？好久都没有带妙妙去骑自行车了，要不这个周末叫上毛豆、童丹一起骑车吧？我带妙妙去就好了，童丹他们就算了吧。为什么？童丹去了才热闹呢。怎么了？和童丹不开心了？没有，没有什么联络。你们就住楼上楼下的，怎么会没联络？真的没有什么联络啊，大家各忙各的吧。各忙各的。哦，那我懂了，肯定是童丹冷落你，让你心里不舒服了。哇，你真的想多了，我跟他什么关系？又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怎么会没有关系啊？他挺在乎你的，我看你现在好像也挺在乎他的，那就有关系了。我是觉得吧，他这人有点奇怪。怎么奇怪了？就是你平时看着他大大咧咧的，笑嘻嘻的，说变脸就变脸了。说变脸就变脸，我认识的童丹可不是这样的。真的呀，有一天他来我办公室找我看电影，我刚从卫生间出来，啪，人就没了。从此以后呢，就给人感觉特别有距离感，特别冷漠。郑小磊，我看你还挺在乎童丹的嘛。这不是什么在乎不在乎，还是说真的，哎，她毕竟是毛豆的阿姨嘛，那我是妙妙爸爸，这个家长之间的关系，你懂的。你现在就不要费劲儿去搞清楚什么家长之间的关系，你先好好的想想你自己的感情吧。哎，你别说我了，你呢？你看看你越来越瘦了，脸都凹下去了。我怎么了？你脸都这样了。你讨厌。真的。你快点搞清楚你那感情。别说了，赶紧进去。你平时找外边冷。快，你赶紧进去吧啊！不要，你多找找童丹，那小姑娘挺好的。你不进去，我进去了。哎，我跟你说话呢。童丹，你最近和郑磊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我听郑磊说，你最近都没有好好去找他玩，他好像还挺在意的。小萌姐真想知道。有一天我去他家具店找他，看到他桌上的怀表，上面刻了一个萌字，我想那应该是你吧。
不过小萌姐你也别多想，反正都已经过去了。我想通了，他要是喜欢我啊，早就喜欢我了。何苦我追了这么久，他都没反应呢。童大，首先你可以这么想，就说明你是一个很乐观的女孩。不过这件事你千万不要想太多，我一定会去好好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。哎，小萌姐，我们不说这个。小萌姐，我看你也挺喜欢在俊的，你脸皮薄，不好意思说吧？要不要我帮你去探探口风啊？你别乱猜啊！害羞什么？没有的事儿。这是什么时候刻的？你生日的时候。这是我青春的记忆，一段很美好的回忆。郑小磊，谢谢你啊，你的心我收到了。不过我告诉你啊，你必须赶紧找个时间去跟童楠解释清楚，不然到时候人家真的不理你了，后悔都来不及了。我找你出来呢，是想谢谢你帮我高中同学啊，在垦丁民宿找房间这事儿。那不很久的事情了吗？还谢什么？不是啊，你知道吗？他们都已经结婚了。哇，真的？对啊，所以要谢谢你嘛，要不是你，他们也不可能这么快。你跟我什么关系呢？真是的。你知道吗？终于突破了父母这一关，现在特别幸福。你这个不用羡慕别人，你早晚都会有这一天的，一定会来。放心。我不着急啊。啊，我还有个事情想问问你。你们男人到底是怎么看待婚姻的呀？婚姻，哇，你这种事情你别问我啊，你去问问郑磊啊，郑磊这个人比较正常，他的答案会比较正常一点。这个事情也不好去问他，对吧？那你呢？你觉得呢？啊？我觉得婚姻生活应该是两个相爱的人决定永远在一起。每天早晨从晨光中醒来，一起看报纸、吃早餐，东一句西一句，不着乱纪的乱聊天。每天啊，有可能因为一点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吵个不停。但是啊，还会每天晚上一起甜蜜入睡。婚姻生活就是这样，对吧？嘿，在俊。你刚刚在想什么？没有，就听你说话呀。还骗我？你刚刚想的是不是小萌姐？什么？哪有？这都被我看出来了。你忘了我会分析微表情啊。你呀，就别老是顾着别人，顾好你自己吧。对啊，你跟郑磊最近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没事啊，你不提他了。
真的不提啊？那我不提了。喝茶喝茶。好，谢谢。哎，郑磊啊，毛豆妈妈，哎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想找一下童丹。童丹呀，他不在呀。那要不先进来坐一会儿。来，请进。我找童丹呢，是想把一些话说清楚。有什么好说清楚的呀？哎呀，你看看，我倒是觉得我们家童丹不对，他之前呀一直误会你，他误会你会喜欢他。哎，郑磊啊，你说呢？我就挺感谢你平时啊，总是教我们家毛豆功课，但是你说我也是童丹的姐，你就这么折磨我妹子啊？好，我知道这也不能怪你，都怪我们家童丹一厢情愿。不过现在好啦，他走出来了，想清楚了，也能开开心心去交朋友了，我放心了啊。那我们作为邻居呢，这楼上楼下的住着，你也别往心里去，免得以后我们见面尴尬嘛，是吧？